如果你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脚还没踩到地板，腰就先感觉到一阵酸软，或者你发现自己明明没做什么出重活，但走没2步路，就觉得2条腿好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完全没力气。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发现白头发长出来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染都染不完，甚至连记性都变得差很多。请你一定要坐下来，把这一段影片听到最后，因为这可能不只是老化的自然现象，而是你的身体正在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。如果你忽视了这些指兆，你可能每天都在做一件正在偷走你下半身力量的事，而你自己却完全不知道。我们常说老树先枯根，人老先老腿，这句话真的不是随口说说的。请你想一想，为什么有些人80、90岁还能健步如飞，有些人不到60岁就已经腰酸背痛，整天只能待在家里？这真的是因为每个人老化的速度不一样吗？还是你的身体里有一个最重要的系统正在慢慢的关机？如果不赶快处理，下半身的衰退会比你想象中来得更快、更猛烈。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深度分享之前，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为你准备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非常想知道，荧幕前的你是不是正在专心听这段重要的内容？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打个1。如果你觉得还好，请打个0。你们的回馈对我非常重要。听完刚才那些指照，你可能会觉得心里毛毛的，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老得太快了。请先放轻松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不一定是因为你老得快，很可能是你还不了解身体运作的潜规则。在现代医学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医里，肾脏通常是指那2个像蚕豆一样负责过滤尿液和排毒的器官。如果抽血检查没问题，西医通常会说你的肾很健康。但是在我们中医的观念里，肾系统的概念要大得多。它不仅仅是那2个器官，它更像是一个人身体里的原厂电池，或者是整台车子的发动机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一台车子的引擎马力不足，就算轮胎再新，内装再豪华，这台车也跑不远，爬不了坡。人的身体也是一样，中医讲的肾主骨，生髓，你的骨头好不好，力气够不够，全看这个肾系统的电力足不足。只要这个系统开始没电，第一个出问题的一定是你的下半身，因为肾系统负责管理我们身体底部的能量。一旦能量供应不足，脚软、腰酸、走不动路就会接踵而至。所以与其担心自己老了，不如学会如何帮这颗原厂电池充电。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如何辨识肾系统发出的5大警讯。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个自我检查，这5个信号只要对中2个以上，就说明你的问题不在于年纪大，而是肾系统在求救了。第一种是疲倦型，这种疲累是很特别的，你明明睡得很久，甚至睡超过8个小时，但起来后还是觉得全身重重的，好像怎么睡都睡不够，整天哈欠连天，这就是体内精气不足的表现。第二种是腰酸型，这种酸不是那种闪到腰的剧痛，而是一种空空软软的感觉，特别是在下午或黄昏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腰部好像支撑不住身体，很想找个地方靠着，这就是典型的肾虚指兆。第三种是腿软型，这在我们台湾长辈身上最常见，去菜市场买个菜，走不到10分钟就想找椅子坐，或者是爬楼梯的时候觉得膝盖没力，腿部虚浮，这种走2步就没力的挫折感，正是下半身能量流失的证据。第4种是耳鸣与平衡变差，中医说肾开窍于耳。如果你发现耳朵开始有蝉鸣声，或是最近走路觉得平衡感不太好，容易晃动，这也是肾系统在提醒你。最后一种是白发与记忆力下降，
如果你发现白头发长得特别快，而且最近常忘东忘西，这代表你的肾精已经在透支了。请记住，如果你中了2项以上，这绝对不是正常的自然老化，你的肾系统已经在发信号叫你救命了。为什么肾系统出了问题，会出现这么多看起来毫不相关的症状呢？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中医的肾系统主要管理3个最重要的轴心。首先，肾管的是下半身的力量，你可以把肾想象成一个抽水马达，它要把能量往上推到全身。如果马达没力，能量到不了最远端的脚部，你的腿自然就软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补肾就是补力气。其次，肾管的是水与骨，我们体内的水分代谢还有骨骼的强韧度都跟肾系统息息相关。如果你觉得骨头疏松，容易腰酸，或是身体容易水肿，那都是因为这个管理水与骨的系统出了差错。第三，肾管的是脑与耳，这听起来很神奇，对吧？中医认为肾生髓，脑为髓之海，也就是说，脑部的灵活度和耳朵的听觉都需要靠肾精来滋养。我常跟病人口头打个比方，如果我们的血液就像是在路上跑的车子，那血管就是路，而肾系统就是这条路的交通管制中心兼发电厂。如果电厂停电了，不管路再平，车再多，整个交通都会陷入瘫痪。所以你要明白，所谓的补肾，绝对不是去买什么贵的要死的补药来吃，而是要学会补足整个系统的运作能量。只要系统恢复运转，你的下半身自然就会变得有力，精神也会跟着好起来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是我在诊间遇到的一位长辈，他叫陈国安伯伯，今年已经89岁了，住在台中的清水。刚见到陈伯伯的时候，他是被儿子扶着进来的。那时候的他长期深受腰酸之苦，走路根本走不远，只能慢慢挪动，整颗头几乎全是白发，看起来非常憔悴。他儿子很担心，跟我说：医生，我爸爸是不是真的老到不行了？但是我观察陈伯伯的脉象，发现他的系统只是长期亏欠，并不是完全坏掉。我告诉他，不需要花大钱买名贵药材，只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做起。陈伯伯非常听话，回去之后老老实实地调整了饮食，并每天做简单的动作。6个月后，陈伯伯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，竟然是一个人走路过来的，完全不需要扶。他告诉我，现在他下半身非常稳，每天早上还能去清水的坡道散步，精神状态看起来就像60多岁的人。大家一定很好奇，陈伯伯到底吃了什么仙丹？其实他这半年来只做对了3件事：吃对颜色，做对动作，睡对时间。他没有用到任何昂贵的药材，全都是靠生活中的精气神累积回来的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核心。想要像陈伯伯一样恢复活力，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吃开始。在中医的5色养生法里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那就是黑色入肾。黑色食物通常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，能直接帮助我们的肾系统充电。我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中可以锁定这3个主要的黑色族群。第一个是黑色主食，我推荐大家把白米饭换成黑米。黑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花青素，对老人家来说，不仅能补肾，对肠胃也很好。第二个是黑色蛋白，最好的选择就是青仁黑豆。你可以把黑豆煮成黑豆水，或是放在饭里一起蒸。黑豆是植物界中的补肾高手，能帮助修复肌肉组织，让你的腿部更有肉更有力。第三个是黑色油脂，也就是黑芝麻。黑芝麻对头发的养护非常有帮助，而且它含有大量的钙质，能强健骨骼。每天1小时黑芝麻粉对肾系统的滋养是非常温和且长久的。
在这里，我也要教大家简单辨别自己的体质。如果你是容易怕冷、手脚冰凉、尿液清长，这通常是肾阳虚，可以多吃点温热的黑色食物。如果你是容易口乾舌燥、心烦盗汗、手脚心发热，这可能是肾阴虚，这时候吃黑色食物要搭配适量的水分摄取。在台湾，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在地食材，你可以试住这样安排一天的饮食：早餐喝一杯无糖的黑豆浆，配芝麻粉；午餐吃黑米饭，搭配一点深绿色的蔬菜和鱼类；晚餐则尽量清淡。请记住，食补是需要时间的，它不是西药，吃下去马上就有感觉。但是只要你坚持吃上2-3个礼拜，你会发现起床的时候，腰部那种空空的感觉会慢慢消失。我们不追求神药，我们追求的是身体系统的自然修补。除了吃，我们还需要透过动作来唤醒系统。很多人以为要补肾就要去跑步或健身，其实对长辈来说，太激烈的运动反而会伤身。我要教大家2个最简单，每天在家就能做的动作。这不是运动，这是系统唤醒术。第一个动作叫做高位马步，这对我们台湾的长辈来说非常安全。你只要找一把稳固的椅子，双手扶着椅背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接着慢慢微蹲，幅度不用大，只要感觉到大腿肌肉有稍微用力就可以了。这个动作能直接刺激下半身的经络，把能量引导到双腿。每天做10次，每次停留10秒钟，你会感觉到腿部开始热热的，站得越来越稳。第2个动作是搓下半身经络。每天洗完澡或睡觉前，用你的双手手掌从后腰部慢慢往下搓，经过臀部一直搓到大腿后侧。这个区域分布着丰富的肾经穴位，透过手掌的温度摩擦，能带动气血循环。很多人做到这一步，通常只需1到2周，就会发现走路的步伐变轻了。这就是因为你直接把电送到了最需要的地方。当你的腿热起来，心稳下来，下半身的力量就会一点一滴的回到你的身体里。这不是魔法，这是你身体本来就有的修复能力。只要你懂得如何启动它，在我们修补系统的同时，最怕的就是一边补一边漏。有些生活习惯就像是在电池上戳洞，让你的努力白费。我想提醒大家4个最伤肾系统的行位。首先是熬夜。中医认为深夜是养肾经最重要的时间，如果你晚上不睡觉，身体就没办法修复。最好的规律就是晚上11点前一定要上床睡觉。第2是情绪压力。如果你整天心烦意乱，爱生气或过度忧虑，这会过度消耗你的气血。请试住放下烦恼，保持心情平稳。第3是台湾特有的问题，就是潮湿。长期待在潮湿的环境里，湿气会入侵下半身，让你的关节酸软。记得家里要常开除湿机，保持身体前燥。最后是过劳。不管是体力上的过度劳动，还是思虑过度，都会让肾系统过度运转。我不希望大家觉得这是在教条式的说教，这只是身体的使用说明书，就像照顾老伴一样，你对身体温柔一点，它自然会回馈你更多的健康。只要避开这些坑，你的补肾效果会好上3倍。最后，很多人会问我，医生，如果我照这样做，白头发真的会变黑吗？我的回答很坦诚，如果你的白发是因为肾经过度损耗造成的，那么透过适当的调理，白发的速度确实可以变慢，甚至有些长辈的发根会重新长出黑发。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，毕竟你的身体不是一天变老的，修复也需要过程。健康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100米冲刺。我邀请大家给自己一个14天挑战，从明天开始，试住吃一点黑色食物，做我教的高位马步，并且早点睡觉。只要14天，你就会感觉到身体的变化。请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常喊腰酸腿软的朋友或亲人，
让我们一起把下半身的健康顾好。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开始这段旅程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我要把下半身顾好。我会亲自看大家的留言，给你们加油打气。我是陪你一起变健康的老师傅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。